好咁啊，有講賽馬第五場4班1200米草地日本中央競馬會錦標賽讓賽 C+3 賽道，咁啊揀咩馬？咁啊揀2號，咁啊杜月橋9檔潘頓苗康明，咁啊呢隻馬好值得去揀啊！本身咧佢本身新位之後咧上季就新位，隔2場之後咧就新勝，咁啊本身呢隻馬咧叫新勝馬。咁啊，識得賭馬嘅人都知啦，買馬就買新勝馬咁樣，即係追馬就買追新勝馬。本身新勝馬咧就即係銀行馬，嗱新勝馬本身係銀行馬，但係點樣先至覺得佢新勝有睇頭咧？就係新位之後再新勝，新位之後2、3場之後咧佢就新勝，咁呢隻馬咧就真係可以追啦。咁啊呢啲先至係銀行馬。咁啊，2507-8場次咧，杜月橋咧以一個後上嘅形式跑贏嘅。咁後上嘅速度咧就麻麻地嘅啫，最快嗰隻叫星火燎原。咁啊，第2嗰隻咧就叫做花好月形。花好月形咧就好似贏咗啦，好似花好月形好似跑咗位置咁之類。一陣間睇翻。咁啊，杜月橋咧又跑咗個第5，本身佢唔係追，佢係差。即係居中跑上去嘅咁樣，咁啊睇馬會個網頁啊。嗱馬會個網頁咧睇下個咩血統啊，我唔使睇啦，係街貓啊。咁啊Street Quiet 嘅血系嚟嘅，因為佢係 Street Boss 咁樣，所以咧就係一隻好正常嘅自購馬，好傳統嘅自購馬嚟嘅個血統。嗱佢嘅賽績係非常之好啊，喺今季78場次跑咗個第1。嗱頭先講咗啊，星花好月形啊、星火燎原啊呢啲咁樣後上嘅形式嘅時候，速度好快。你睇到啦，你個花好星火燎原啊，跑第5嗰隻都可以跑第1嘅。咁你嗰隻咩花好月形咧，跑第4咧可以跑第1嘅。哇！呢個真係超水準賽事嚟嘅喎。即係你諗下，你杜次嗰個次銀次勇士都跑第1嘅。咁啊，嗰個獵寶勤咧跑第3，就再跑第3嘅，哇！呢場咩鬼馬嚟㗎？呢場唔係超水準喎，係超水準喎咁樣。咁你明解啦？呢場係好高質㗎，真係唔係講笑。呢場好離譜嘅一場賽事嚟嘅，78場係隻馬都好勁嘅，跑埋一齊。點知1、2、3、4、5之後嘅發展都非常之良好嘅，唯獨是咧杜月橋已經贏咗，加分就比較多少少咁樣嚇。咁我睇下佢呢場高水準賽事啊，5號，咁樣睇下佢得唔得啊？大熱係嗱，咁啊你睇到啦，你冇辦法啦，你呢個杜月橋咁勁係嘛？嗰啲佢同佢跑嗰啲馬咧，又好似真係好誇張嘅喎，真係你冇理由啦，隻馬1、2、3、4、5都可以跑，之後咧跑翻嚟出嚟咁勁嘅馬，你要我哋點樣可能即係唔追嗰個真係假㗎啦，講真就係嘛，一定追㗎啦你。佢一定會贏多 win 㗎啦！呢隻馬一定會贏多 win 啦！杜月呢隻咁嘅杜月橋真係追嘅啫，冇問題嘅。銀行馬本身你輸咗咪再追咯。呢隻馬最好嘅地方係乜嘢啊？佢呢一場啊，即係呢個5號啊，即係佢瞇埋眼贏咗之後，佢而家再跑多次佢都係贏嘅啫。講真係咪啊？個個都睇撚實呢隻馬㗎啦，即係睇撚實呢隻馬㗎啦，真係。即係唔使諗嘅，真係隻馬都咁勁嘅，都誇張啊！真係。好啦，杜月橋咧就last咧就跑贏啦。咁啊呢隻馬咧一路向前衝啦嚇，越衝越上，越衝越好過啦。OK。好啦，咁啊講完呢場馬啦嚇。